来，好好待着。我之前就算我打错人，可你说你现在算什么？怪不得你之前不来骚扰我，我还以为你真的想通了，真的明白我真的让我去追梦，结果你根本就没变，还是那么蛮不讲理。之前对你所有的好感，今天全都退回去了。你再一次变回了那个最让人讨厌的土豆老爸。没错，我也要收回对你的信任。之前对你宽容，误会你有想法，有自己真正想追求的东西，可现在看，你根本就没长脑子。你一个黄花大闺女，去给人当后妈，你丢不丢人呢？什么后妈？那都是我想，人家都还没同意呢。你还没同意？那你现在不是倒贴了吗？哎呀，我人性一辈子聪明，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傻货？哎呀，我懒得跟你废话，我有事，我要出去。哎，你回来，好好待着。我之前就是太宽容，让你出去，才闹出现在这么多事儿。从今天起，你哪儿都不许去，直到相亲成功。啊，相亲？你要让我相亲？妈，我爸他虐待我。我不会再吃你这一套了。你装，你装下去吧。爸，你别说，大哥这个手是挺温暖，难怪他是个情圣呢。只要你没看上我们家芬妮，你怎么摸我都行。你想思维一下，他还活着吗？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软禁？啊，一哭二闹三上吊都不管用了。那不如逆向思维一下。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看着你，你还是老样子，我真的好想你。我还以为你真回来了呢，回来又怎么样？还好我有定力，把持住了。给我蹲地点！老大，他知道错了。你看你以前让他这样，他也不这样，算了吧。对呀，这都蹲了1个小时了，一会儿还上幼儿园呢。我们好不容易给他弄到幼儿园，学的什么呀？学的就是趁人之危。老大，他还小，不懂事儿。不懂事儿？我看他太懂事儿了，竟然算计到自己亲爹头上了。平时小打小闹就算了，小年纪就这么多鬼主意，日后还了得啊？这是道德问题，我绝对不会姑息，严惩不贷。快，给我蹲好！大哥，别打鳄鱼啊！快去幼儿园给他请假！你们都给我撤！去，快下去！滚！是。
姐姐，皇上怎么还不来啊？皇上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？不是出事儿，是没脸来吃。吃饭吃饭，店里的生意都做好了吗？还操心人家的事儿。吃饭。你去，叫我干嘛？野波，你过来。大哥，你说，昨天晚上我对冯峰有没有做什么、说什么？你做倒没做，你就是提过，你就说，你这个臭女人，你这个没教养的女人，就你平常说那些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我做了什么呢。什么？没什么，仅此而已吗？他就猛打我的头，这太不符合情理了。我大哥这是想干什么？我就妙莲、妙芝是谁？妙莲。真的是你，就相当于你死定了！留手！留手！我是吧？他就是那个穿着黄的拓跋大将军，你快帮我打死他呀！不是啊，我就是个送快递的。父皇，他真的是拓跋将军，你快帮我打死他呀！够了！我都说你平时不要沉迷古装剧，你嫌我还不够丢人是吧？行了。父皇，他就是那个还有个幕后的拓跋亮啊！好了，平时小打小闹算了，像你这种诬陷别人的行为，我忍无可忍。一波，这位先生，真的很抱歉，是我教子无方。如果你有什么损失的话，我愿意全权负责。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是钱重要还是人重要？这位先生，我看看你有没有事。没事。你是不是脸受伤了？我看看。没。